咱继续来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伊昨晖抛文质疑讲，2014年伫咧夜店杀害警察的迄个被告，红判爱关9年，不过即马煞会当调去外役监服刑。国民党侯友宜伊嘛批评政府，讲把人民当作是塑胶的。也那民进党赖清德讲，希望法务部甲矫正署会当出来讲互清楚，而且伊认为讲犯当罪的人坐监的刑期都要彻底来执行。 啊，林清杰的中间我甲斗3工无够，咱的韩国瑜咧拼总统，咱嘛甲斗3工无够，拢互因两个歹势，互因两个惨落选。 开罪认唔对，不管是当年参选土城立委的林金杰，也是当时拼总统的韩国瑜，4年前家己斗3工无够，对着有名的吕明星以赎款的后生叶宝宏，2014年牵涉夜店杀警察案件被判刑9年，英国最高改调外役监服刑，依法舆论的议论，侯友宜批评政府把人民当作塑胶。这样不公不义的制度，政府。 你把人民当塑胶吗？我对司法正义是非常重视的。我当选总统，一定严格检视。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这边暗时也伫面试发文点名法务部长到底有做啥物，强调7月16会行上街头抗议，表达愤怒。李赖清德是表示，应该修法就要修法，互当罪犯服完徒刑。希望法务部也希望矫正署应该对外清楚说明，该停止就要停止，该修法。 杜绝这个情形，就应该要修法。重罪犯应该要实实在在的服完他的徒刑，不能够走旁门左道。法务部表示，伫新法完成修正进程，即阵已经从严调整外役监遴选的标准。对着外团国民党出行后瓜配，爱郭文铁无条件投降，就搁谈合作。郭文铁竞选总干事吴珊珊无多认同。如果大家要合作，应该是保留一个至少有一定的善意嘛。 合作是要叫人家无条件投降，这个善意我是看不太出来。前立委黄国昌关注但是还发起7月16公平正义救台湾游行，郭文铁也参考，也过外界批评3人有绑散，无资格谈居住正义。黄珊珊表示，居住正义是普世价值，执政党应该爱好好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